請各位嘉賓就座，我哋南村中秋火龍盛會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嘅活動。你好，我係大會司儀董事。今日好榮幸請到好多政府、中聯辦代表、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公營機構同埋一啲商界嘅代表，真係貴賓滿門，非常熱鬧啊！而家開始我哋今晚嘅活動程序。首先請大家肅立，面向國旗，就唱國歌。請各位就座，跟住落嚟有請我哋薄扶林村火龍會總監蕭昆侖先生致歡迎辭，有請蕭總監。尊敬嘅中聯辦港島工作部楊成偉副部長，南區民政事務專員張佩珊太平紳士，西區警區指揮官葉嘉儀總警司，西區消防指揮官楊瑞新有場，立法會議員陳家佩 MHJP， 郭 Sir 到咗未啊？郭 Sir， 陳學鋒議員 MHJP， 仲有幾位南區嘅區議員啦，Yuki 喺邊度啊？見到 Yuki， 你啱啱到你成個座，啱啱講緊你個名 ，Sylvia 南區區議員啊，同埋有好多我哋好友啦，政府嘅官員啦，同埋好多公營嘅機構部門嘅代表，大家晚上好。一年一度嘅薄扶林火龍盛會再度進行，為咗推動同埋推廣呢一個咁有歷史價值嘅傳統文化，我哋今年呢，除咗做開嘅工作坊啊、簡介會或者係體驗班呢，我哋今年仲加開咗一啲火龍嘅巡遊導賞俾大家，以及專為殘疾人士開售嘅一個工作坊，希望可以令到一啲不幸嘅人士得到平常人嘅對待，
唔好俾佢哋覺得被社會遺棄，好似一個包袱咁樣。開一個咁樣嘅特別工作坊一啲都唔簡單，要用一啲特別嘅材料、特別嘅工具。其實最重要嘅係不同嘅心態。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繼續，令到呢一個火爐更加發光、更加發熱。多謝大家。多謝蕭總監，請就座。跟住落嚟，有請我哋嘅立法會議員陳家珮 MHJP 致辭，有請陳議員。蕭總監、楊部、我哋 D.O 同埋台上咁多位嘉賓，咁多位薄扶林村嘅村民同埋我哋南區嘅街坊，大家晚上好。咁咧今日咧好開心啦，即係中秋節咧，其實就好多意義嘅。咁啊，除咗係即係一家人團聚啦、團圓之外咧，亦都係有住傳承嘅呢個意義。因為中秋節都係我哋一個我哋即係中國人一個好傳統嘅呢一個歷史文化。咁頭先蕭總監都講咗啦，呢一個即係超過100年嘅歷史文化得以傳承落去咧，其實都係好多謝蕭總監同埋台上咁多位嘅支持啦，仲有我哋街坊嘅即係我哋街坊嘅支持啦，都係好緊要嘅。咁其實呢一個11嘅黃金週啦嚇，呢7天嘅黃金週啦，其實大家都見到我哋喺香港入邊市面上都係非常之旺啦，係咪？到處都好塞車啦，咁人流我哋嘅客都係好多啦，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今晚呢一個超過100年歷史嘅薄扶林村嘅舞火龍咧，都係呢一個旅遊嘅熱點嘅一個重要嘅項目之一嚟嘅。咁所以除咗我哋團聚啊、傳承啊，其實咧帶動到我哋香港嘅旅遊啊、我哋嘅經濟啊，都係有住好重大嘅力度喺度嘅。咁所以咧，希望咁多位可以繼續我哋一齊攜手去令到呢一個咁有意思對我咁濃厚歷史文化嘅一個活動咧，可以繼續發揚光大嘅。咁當然啦，最重要嘅咧就係我哋火龍咧能夠保我哋嘅平安。咁喺呢一度最後亦都祝願咧咁多位今晚有一個愉快嘅晚上啦，同屋企人咧可以開開心心一齊做節同埋食月餅，最緊要就係身體健康嘅。多謝大家。麻煩咁多位嘅街坊朋友，咁多位薄扶林村嘅兄弟姊妹，大家晚上好。今日咧好高興能夠繼續出席我哋薄扶林村嘅火龍啦呢個活動。其實咧呢個非遺嘅項目咧，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除咗歷史意義之外咧，仲係一個傳承嘅意義。我哋頭先聽到蕭總監都講啦，其實除咗舞火龍呢個活動咧，而家仲有好多衍生出嚟嘅其他各式各樣嘅活動，去推動呢個文化。我覺得呢個先係最緊要嘅。過往我幾年參加，我覺得今年嘅人數亦都越嚟越多，亦都體現到我哋呢個活動嘅推廣咧係不斷向上嘅。我哋好相信大家齊心努力，一定能夠將我哋呢個文化傳承落去，將我哋呢個習俗傳揚落去嘅。喺度祝願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多謝咁多位。火龍壇位置為火龍進行重要嘅儀式，請喺左邊。你哋好多人嚟喎。係啦。哇，成隊人喎。我喺度，我唔可以對上嗎？係，有請中聯辦講道
的就務人成為會長，聯同香港南區民政事務專員張佩珊、太平紳士一同為火龍點睛，有請兩位。龍頭靈金顯威力，龍眼豪金震乾坤，龍江一點賺八方，龍眼一支30方，龍身又龍震盛海。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為虎一響，黃金萬響。百富臨聽，祝願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勝意。唔該晒兩位，火龍點睛，帥氣長飛。一齊為火龍掛紅，有請咁多位。有請咁多位嘉賓慢慢為火龍上香
再留低影張大合照。撞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係，請各位嘉賓返回我哋嘅主禮台，跟住落嚟呢，我哋就會睇我哋嘅火龍鳳樂。有冇拍片啊？少少啊，少少啊！小心啊！
奇峰，大家可以隨便觀賞。多謝大家，各位晚安，中秋節快樂，身體健康。第二個煲嘅。為人是這拍片，誰沒有傷心往事？係啊，你試下好嘛？中秋節快樂！中秋節快樂！幫手攞啦，跟住後面有白嗰陣，係啊，你話你話，一人有啲草啊，就縮過落去，佢要你孭住個台抌咗你大。